啱啱過去嘅星期六，一名男子從 Laguna Beach 一個20尺高嘅懸崖墜落之後獲救。事件發生嘅具體地點，官方尚未透露。Laguna Beach 嘅救生員指出，呢一場救援行動受到咗海洋條件同埋地形嘅影響。由於海洋嘅高水位同埋巨浪，事故發生地點嘅地面變得唔穩定，傳統嘅救援方法比較危險，俾救援行動帶嚟咗困難。長灘消防局嘅醫護人員喺現場穩定咗傷者之後，橙縣消防局嘅直升機通過吊運救援，將傷者轉運以進行進一步嘅醫療救治。目前獲救嘅38歲男子冇生命危險。同時，當局亦都表示，儘管 Laguna Beach 嘅海岸線非常美麗，但遊客喺遊玩嘅時候需保持謹慎，因為當地嘅石頭光滑不穩。喺前往懸崖或者探索石頭海岸前，請同救生員進行溝通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